请问这个发泡锭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来，米寿这边是起泡片，来，恁看这个，是毋是？伊个就是一片一片嘛，啊，你甲弹落去了后，伊就会起迄个泡，嘿，有一个声音，敢若汽水啉起汽水共款啦，所以我的答案是起泡片。哦，阿雄，我的答案叫做维他命锭。哦，你的嘛真有道理啊，本早就是维他这就是维命啊。他命嘛。嘿哎呀，啊，就是安尼一锭一锭弹落就嚓，维他命锭。诶，毋过这毋通讲唔骗的，因啥呐？因为我是片，你是锭，嘿啊就是拢是共款的。哎，哦，哦，是毋是？啊，你讲的是过程，我讲的是名称。嘿哦，好，来美秀的起泡片，阿雄的是维他命锭。来两队咱请选择。美秀阿雄，演一边。好，来，我感觉啊，阮适用这边哦，哦，较想呀吼，较风险拢会较先甲分开。来，主唱你感觉的，你感觉是起泡？因为我感觉是起泡是因为这个物件，伊不一定是维他命。哦诶，有的物件伊的起泡不一定是维他命的成分。对呢，啊，咱咱拢无想到吼。对啊，你就经要讲维他命，啊，就是维他命啊，啊对啊，维他命以外嘛有这种会当起泡的物件。嘛是有哦。哦，真有道理哦。嗯好，来这边的，哦，你先讲就好。我感觉起泡比较亲像要洗衫的物件共款。哎，洗衫物件嘛起泡啦。起泡，嘣嘣嘣嘣。有啊，起泡维他命啊有感冒嘛，然后食维他命来维他命保养下身体安尼。所以成分的名啦。嘿嘿嘿，对对是对。伊安尼去讲，咱搁较清楚啊。对对对。是因为有感冒能力。哦，哦安尼表示咱头拄啊，制作人老师无听清楚，哎，我来讲哦，无定对哦，紧张哦是你对哦。刺激哦。好，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答案是美秀的起泡片。来分数给我加落去。恭喜得了1000咯！其实这种较新的物件，开始是看讲要对什么角度去号名啦哈是。你要讲啊，这个物件就要补充维他命，所以讲叫维他命锭，还是维他命片这类的嘛，无一定讲唔对。啊，毋过拄则谢荣牧师讲的吼，应该是讲大部分的起泡片，这款物件的成分无一定是维他命啦。系啊，啊当然你讲啊，若是拄啊好成分是的安尼啊，但是因为伊就是迄个拄则讲放落有无，爱的。吼，迄个起泡啊，佮有声迄种型，所以主要是处这个起泡这个状况来讲安尼。啊，到底要用片还是锭？其实啊，锭一部分有可能佮较下啦，嘛会当考虑叫起泡锭啦。哦，因为伊咧定安尼一块有无？哦，因为日本时代呢有甲迄咱咧讲金块，华语讲金块，伊就是讲金锭，哦，一块安尼，所以就是讲，无定着咱嘛是会当考虑起泡锭安尼会讲法。起泡锭。刷落来，要带恁来去一个亚洲的国家。亚洲这个国家咧3个理由。亚洲3个理由，吼，来咱请看。哎，哦，来，老师倒位。菲律宾。哦，菲律宾。来，老师，菲律宾对唔对？正确。嘿，厉害厉害！好，来分数先。恭喜得了3000咯！来，咱继续看菲律宾。来看完看。来，继续。菲律宾是一个足奇怪的吼，伊生3岁的国家，足特别的。最特别的啦，马尼拉。啊，这个名较特殊的，就是较晚英语音的这个发音，较唔是照汉字的这个台语音去讲，因为你若照这个汉字台语音，应该是菲律宾啦吼。菲律宾啊，毋过咱拢无安尼讲，就是拄则这个郭老师讲的吼，菲律宾，吼啊较晚英语的这个音译啦。哦，啊，这个国家呢是有7000几个小岛组成吼，啊，当然拄则嘛看到有迄个足繁华的都市，吼，啊嘛有迄个足特殊的小岛，嘿，啊，地动火山风台拢足侪吼，最近嘛是有寡灾情安尼，吼，以上。嘿，好，毋过拄仔大恁无摕到分的，系啊，即马你压力较大哦。即马爱换我来
替伊了报仇。好可以报仇哦。咱等你报仇。两位主唱的拼对决，来，是，两位主唱哦，嗯上个今要带主唱去倒位佚佗？是刷落来吼，要带恁来去看买这个国家，但是吼上主要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哦。哦这个国家的首都3个字。哦，这个国家的首都3个字哦，嗯吼，来咱请看。好，这个应该真明显了吧？哦。来，西班牙，先哈，阿成啊，较正经的西班牙哎，你看到这你讲西班牙？我看伤紧啊。无啊，你无看到伊安尼话安尼，都市的名这。真特别，对，这首都是不是？不嘿，是，看伤紧啊。系啊，嘿，哇，西班牙嘛不是首都啊。对，伊嘛不是首都。嘿，不过你即马都爱跟你讲答案嘛，因为你你吹起来已经愈去哩啊。是，哇，这个真正。这个国家应该汤啊真济，这个国家因，为汤啊敢真特别迄个红啊，搁较济，啊，对红啊，惨惨。惨惨惨惨。惨惨惨惨惨惨惨，所以你的答案就是惨惨惨。啊，想无呢。我记得想无不要紧，你拄啊第一个讲什么答案？西班牙好啊。好，来，老师西班牙对唔对？唔对，哦，不要紧，咱继续看落去，看搁较有哦。是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落去。应该有答嘛哦。有答有好，答。来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做莫你吹起，吹起。莫斯科，科，袂歹哦。嘿，袂歹，莫斯科嘿是老师，莫斯科对唔对？健卡，来分数，恭喜报仇成功3000啦！哎，用钱来报仇，袂歹对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这个首都嘛，当讲古都啦，吼，你嘛历史足久的。啊，听讲是世界上这个绿化做了上好的一个都市之一啦，吼。啊，有足侪人工哦，足侪树啊，吼，安尼四界拢是绿化的安尼。嘿啊，伊这个原音吼，哪像较晏这个 Moscow， 吼，就是讲伊较当然咱英语。可能会讲 Moscow 安尼啦，啊，毋过其实就是若是较照伊原本的音，是无啥共吼啊。当然，咱拄则用汉字来读无毋对，莫斯科安尼吼。好，以上。看万五，你倒位你叫你？万五唱伫100块内底啊！哎呦，哎呦，万国唱你才叫哦？厉害哦！哎，无听到哦。有可能哦。是，来100块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100块的奖金有偌济？哦。 1万嘛，真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哦。请问，咱新台票100块顶面，正面是孙中山先生，后壁面是什么建筑物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要求救。哦，来。救人，起来，哎呦，来哦，救兵哦，换救兵来。我唔知。你倒位？我在给我钱包出来吗？维护啊，没有啊。是。哎，是不是一个3个字嘛？吼，我会记，嘿，印象内底是。印象。我知影华裔什么中山楼啊，台语。啊，中山楼嘛。我记得韩碧楼，我有印象，我有印象，老姐还老。这个所在我会记，即马搁跌，嘿，个碟，搁跌。哦，老师应该知影倒位啦。都我小可想起来，啊，老师，你会使直接讲啊，我你直接讲啊。来，会当，我来无一定对哦，不要紧你嘛唔知哦，总统府啊，哦，倒位，总统府，总统府，拄好唔是有人讲，我要中山楼。好啊，中山楼啊。我要啊。较正经诶。老师伊讲中山楼，后来你的答案是中山楼，后来中山楼对唔对？哎呀，对哦，对啊。应该是中山堂吧？是不是？中山楼。哦。真恭喜哦！来分数甲加落去。班哇！超强
老师来解说就知影。来，老师，哦，这个建筑吼，伫咧草山啦，哦啊，当然即马可能较无机会去啊，吼啊，以早其實是國民大會伫遐咧開，来去，嘿，嘿，所以就古早是比較較若像威權的象徵啦，過去是安尼嘿，對，啊，就是迄個咱的即個紙票的即個100塊頂面，吼，中山樓，對，中山樓。我會記你中山什麼會啦？對啊，是。大家拢甲100块较无熟啊，嘿啊使用掉嘛，对啊，咱哪会去记的？因为迄是痛苦的迄落啊。要开去啊，真艰苦啊。修理吧，我咱就会知影。嘿，会专心，心拢咧落填补啊。节目啊，对个，有机会哦。哦，各有机会哦。来，咱来看下填补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袂歹5万2哦。算一个吼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北天母是真赞的生活区域，天母这个名吼是代表两个新名的名，也是日本总督的阿母咧。好，来，太简单啦嘛。 60秒的时间。系啊，来，好，来，两个新名的名。两个新名的名哈为。什么？因为我知影以前阮阿嬷住天母嘛，哦啊天母迄边就是其实天母伊敢若是平埔族的迄个话就对啊。是，吼，啊平埔族就是原住民的话嘛。是啊，伊咧讲的一定原住民一般来讲，因的传说拢是甲新名有关系，因的新名。啊，绝对毋是日本总督的阿母。那安尼生的话，迄当阵日本兵应该足生气的啦。我嘛无想要你爱生气嘛，对无？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两位新名的名对唔对？嘿，来分数。恭喜你的万里哦！诶，拄则大恁讲的嘛是有人安尼讲，就讲这甲即个平埔族吼的即个名词有关系，这是一种讲法啦。啊，毋过嘛有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讲日本时代有日本人伫迄角吼来起庙啦，啊，就是奉太天照大神、天上圣母等等哦，就是讲迄个神明，听讲日本人起庙啊，创一个天母教。对啊，所以这两种讲法拢有人讲安尼。这种参考就好啦。天母教传说啦，天母教，我即摆是探母教，你知你探无够，嘿，啊，毋过你探有够，毋都是减人几啊千年啦。哎呀，好来，